这款安检杯车因为有真侪出名的人资料效果真好哦，伫全球是袂甲下叫。2024年就卖超过541个美金，品牌哦嘛愈来愈多，也毋过嘛传出袂少的副作用。今仔咱就要请吴鑫为观众朋友来解剖长个时间的减肥车。那想要减肥有啥物爱特别注意的？咱即马甲现场交互吴鑫。是主播减肥车若用唔到，恐惊会损害身体。小数就公布今年1月初1到2月24接到9件通报，哪像就是因为做减肥车有不良的反应，胃肠无爽快，会腹肚痛，会吐甲老，也神经有状况，会头晕，会头痛，也若严重，甚至会唔知影人，也是讲你食物件出问题。好，要做减肥车，一定要有医生专业评估。根据国际临床指引甲相关研究显示，讲伤过头大块会影响健康。BMI 超过30，也是讲 BMI 超过27有带病。第二型糖尿病、高血压、高血油，也是讲咧困的时阵会胸无喘气，医生才会考虑做减肥车来甲病人治疗。真正毋是大人拢会使做。美国国家卫生院甲英国医药健康产品管理局都列出无适合使用的人，甲状腺喙齿癌病史都发生内分泌肿瘤综合症，唔好做减肥车，也是讲胃肠有严重的疾病，肝、腰子、腰鞘有镜头。有心生囝了后咧饲奶的妈妈，也阁有18岁以下、75岁以上的人，拢唔好做减肥车。减肥车主要是医生用来治疗伤过头大块的病人。小数的提醒啊，一般人想要瘦，唔好伫网络买减肥车，若买到假药啊，颠倒会愈害。营养师建议咱若要瘦，上好的方法就是困好饱眠，固定运动，加啉茶，莫食加工食品，才好健康，自然就会瘦。以上就是今日解剖新闻，咱甲时间交等候主播。